蓝色。你干嘛？一大清早的，你耍流氓啊你？你出去！我扔东西了，我哎你出去！你可以出去啊！我叫人了你这个变态！热水器怎么用？谭先生，吃点早餐吧。我还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我现在没钱没地方去，能不能先住在你家？等我找到工作后再搬出去。不过作为交换条件，我们可以签一个劳工协议，以后你的1日3餐我都可以做给你吃，保证科学、健康又美味。科学、健康又美味。这是你做的？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煎蛋。以后早餐做成这样，别拿出来丢人现眼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那儿租金是怎么支付法？啊，押1付3啊？那我能不能先住进去，月底的时候再付房租？我没开玩笑呀，喂，开什么玩笑？就你们家有啊？喂，有时间吗？哎呀，请我吃顿饭不用来这么高级的地方吧？太客气了啊！服务员，送他那份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环境不错呀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呀？这附近像这样环境好的餐厅有很多。早知道你这么有诚意，咱就约晚饭了呀！啊，这地儿晚上应该挺有情调的。没错，这地儿晚上的确不错，先吃。其实吧，我吃的很简单，而且你又帮了我，你真的不用这么破费。这饭怎么着也得700-800，下次别这么浪费了啊！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我马上回店里。我好心提醒你一声啊，你说你就一卖自行车的，也没挣多少钱，真不要这么浪费，太客气了。哎，我觉得你吧，可能理解错了。昨天呢，是我帮了你，
今天这顿饭呢，是你请我答谢我。嗨，咱能改天？你不是说你今天有时间吗？啊，行了行了，我呢吃好了，有事儿先走，你慢慢吃。哦，对了，谢谢你的午餐啊。这个混蛋，你是不是男人呢你？服务员，你好，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吗？你们家能赊账吗？其实 OK， 这些东西能要的拿走吧。没关系，小姐，其实刚才那位先生已经结过账了。对呀，哦，对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好的，有事你再叫我。OK。喂，有意思吗你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没完。小姐，这是刚才那位先生给您的东西。车能不能再便宜点？我说哥，这车呀已经是最便宜了，再要便宜的话，我这店就关门了。这车我回去吧，我还得换个东西，你要换个坐的了，换个闸什么的，我这都是要自己花钱，是不是？这么着，你先试好了，真想要，咱好商量，行不行？哎，行，我先试试。好嘞。哟，来了。车不错呀，怎么着？来一辆给你当价。哼，你老板我老板，人都说了啊，给你来一辆，怎么着？不想要啊？还是不想告别单身呀？啊？喝点儿。大白天就喝啊？哎，你是不是那婚前恐惧症啊？我告诉你，别紧张，你第一次都这样，过这一阵就好了。瞎说什么呢你？结果是怎么着？真的有研究。看小说看的，照顾点啊。怎么样？来，凑合这个吧啊。干嘛呀？笑么打眼的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这婚有问题了。啊？这婚有问题了？不是相亲看上一个吗？俩人都对上眼了，这不是对什么眼啊？我那就是没看上更合适的。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那这怎么就有问题了？他们家嫌彩礼少。这事儿不都谈妥了吗？又变了，说人是研究生，培养这么多年不容易，所以有加价。加多少啊？20万。这20万要不加，这婚就不结了是吗？我看他们家像这意思。这么着，
你要想结呀，也看人家了，哥们帮想办法，大不了找我们家太上皇要去。别呀，我结婚找你们家拿钱，我成什么人了？再说了，说加价就加价，无底洞。大不了这婚我不结了。你看，这事儿啊，你得想好了啊。还有，你妈那边怎么办呀？妈，你别生气了，这事都怪我，谁让我没本事？爱宝，要不这样，咱把这套房子卖了。啊？卖了房子，20万给薛晶晶家，剩下的你们俩买个小房子结婚呐。那不行，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去？这是件大事儿，你一结了婚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行，我一个人住哪儿不行啊？实在不行，我到郊区去租个小房子。郊区那能住吗？那我这一辈子不结婚，我也不能让你遭这个罪。去了郊区，你看个病都麻烦。你胡说，你就咒我吧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天不结婚，我一天心不塌，我天天给你生病，你信不信？行，别生气啊！我再给你倒杯水。